新竹的竹北有一个乡亲，伊机车目孔尼亚红弄断，肇事者并无留联络的方式，敢若留500块甲一张道歉的字条啊。律师特别来提醒，若发生类似的事件，也是爱报警，或者是留下着联络的方式，也若无，互当作是跳树逃走，就麻烦了。昨暝，一个查甫人去看奥特曼，发现有一张字条啊，搁付500块。详细看，原来伊奥特曼倒边的目镜尼啊，轰弄甲断去，落伫骹踏板。车主抱本手，分享家己奥特曼的目镜尼啊，轰弄歹去，对方所干那留字条啊，回失的，也有500块的修理费用，也毋过完全无留联络的方式，而且要写破欠，缩写做破减。事后，不少网友切个变过，拢讲是感觉有赔钱，都无欠啊心。不知道要找谁，然后照后镜后来问车行，也不止500块，所以我们不知道说拿了这个钱，那个照后镜也没办法处理，蛮衰的。代志就发生伫新竹县竹北成功北路附近，强先生所要甲店家调监视器，发现是一个负责人，敢若是无细力，连续弄到过6台奥特曼。第四也奥特曼毁损，佮去靠着插伫后边面路。阿姨吧，骑着机车，然后就撞了3台，然后我是第3台，所以就连续倒了。然后我是最后一台靠近濒死屁股的。过去台北发生过不少讲 A 到或者是靠着别人的车，无报警，敢若留一张字条啊，就离开的状况。虽然无人伤亡，无牵涉到刑事责任，不过有缘有可能会违反行政法。虽然没有导致人员伤亡，但是仍然属于道交条例的违规行为，要处新台币1000到3000元的罚款，并且可能要吊扣驾照1到3个月。律师也提醒，若发生到类似的事故，上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报警处理，上无嘛爱留联络的方式。若互认为是掉树逃走，就有影是吃蒜头、吐露椒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